呀，各位聽眾，歡迎你到對嚟邊領學嘅日節目。你唔係真正愛困，特別唔係就係開呢係指正線。嚟啦，咩嚟歡迎我哋攞嚟特別嘅邊，一隻新椒，一隻老椒。然後介紹我係老椒，當然老椒特別播歡迎到對嚟。Hello，大家好。大家真正笑臉嚕。是嗎？我真正笑人大家。你當到啦，嗰啲讀冊個是就講啊。我就講啊。哦。到 Chicago 有得咁。我到 Chicago。到 Chicago。你頂多時就搬嘢嘛，講幫曬時候。幫曬時就搬嚟啊。哦，你哋揸車啊？係咯，就是咯，真正 because 點愛參加，特別時間唔對，就是做工嘅時候咪，然後最好我看，最好我看到我 check for new episode 嘅時啊，看到你係 new recording 嘛，我講我跟住面做工。啊，好勢。แล้ว你幾多度行咧咯？7歲啊咯。哇！grade 2啊。哇！7歲。你有講福建話？未曉啊，慘啊！你冇解啊？我是潮州人誒。哦。我講到潮州話啊。我個聽到，嗰個是我自己，等陣。OK， 我再讀對嚟啊 ，sorry，一對不住，當叫我特別嘅邊去幫助佢哋嘅啦，對，好勢。自己放酒的嗎？倒不過啦。冇啦。我就是凊彩辦。OK，等你接你介紹。凊彩，你頭一擺嚟參加咗。嚇，是咯。你當見人先得咯，人得咯。我啲 Australia。哦，啲 Australia，人個咧當見即係禮拜人嘅邊個咧會到邊領。哦，嗰粒盤啊！嚇，特別咧，我本未了，按照少聽頭特擺，按照聽到別人學嘅呢，按照係開始聽別人學嘅。哦，因為我家陣把路報告俾 iPad 嘛，係，所以是 iPhone 嘅事咯。แล้ว我嘛去 podcast 我唔知啦。แล้ว前七，誒，按照個學嘅日落啊，我嘛落落嚟聽咯，超過俾冰島咯，就係喎。แล้ว我落但你唔落嘛，落啊超過冰島加無村咯，係咯。哦，你是特別聽到到啲人到啲外國時聽到你邊啲學嘅呢是直接錢。我唔是都聽，唔是我冇出國過。我已經聽是到我到別人聽啊，然後我講不要緊，當我出國呢，我特別被 join，所以我出國咧咪 join 咯。哦，好，你到邊人時是到幾間呢？我到тан中部啊。喲，咁我想。我就係我亂講嘅物件計錢啊！我超過不多電話嘅時候，就古早我諗嘅了，咯，到tan中部啊，是機器啊，係咪咯？你tan中部啊，是你當我得一個區咧 around 得一個。我到係你你就有什麼冇什麼羅布興啊 ，hillside area。哦 ，hillside 係羅布興啊，講別叉粿條嘅位就好似係叉粿條。哈。講安哥節目多嘅。我當我朋友咯，古早啦。I see。誒，人講話 video 冇 on 喎。我唔知，我人都冇可能冇 on video。我 video pause 其實等陣讓hand 掉 Ustream 嘅人係對起就一個接到對嚟我下去。有時嗰隻本地呢叫咩嘢？新嘅物件係啊，新嘅 gadget 啦。哎呀，唔知㗎啦，真正本地㗎啦就掉啦。哎呦，我咪是差你對邊領個哇你嚟，都是我講嘛拍生咯，冇攤拄掉，但係變嘛 ，because 我冇嚟嘅嘛。你是去邊做工還是讀冊是咪？讀冊。你有介紹你朋友聽啊，別人學嘅。我講咯，特別唔知有人聽，特別應該。嗱，嗰隻個冇。我就係咩啦？計喎！你聽啦，想講是鬼。OK， 我 add 等下。OK，當 video 看到一點等啊。แล้ว OK，你頭一擺來咯，所以卡開剛。我不能吐。恭喜啊！你特別只感謝我能頭吞吐。對。OK 啦，即係禮拜咧，我咪講咱個出國咧，然後，咱會講別人有蝦米物件老厝，
對啲檳榔是對路嚟講啦，對路嚟講是一個特別嘅老厝哦。老厝。成個老厝實較古早嘅厝實成個迄個heritage 咯。heritage 啦，啊無就是就對類就有人會講嘅嘛，係厝啊，就老嘅厝啊，啊對路嚟講是真正哇，真係特別嘅呢。哇，似麼一個吼？你想下，我就是啲事。特別波呢？OK， 我想看，就是有幾哪咧，我會記咯，細漢點點坐車經過啊，你知 Love Lane 咯 ？Love Lane 係唔是講？Love Lane 係邊隻字講？我係你聖謝邊邊啊？聖謝邊啊？對。個卡機啊？佢哋嗰啲是老厝嚟。Hello 人有淡薄是變過來咧，人你去邊看到只阿無人嘅，伊人只屬個迄個architecture 迄老厝architecture，伊人無 renew 過嘅，咁了。伊是毋是有迄種啥只哇只水嘅咧刀個了呀？我一個卡機了吼，伊個亭啊是一款拍出去嘅。開出來睇下。拍出去，伊每本是有真濟，咁了是上個有寫啥物？你知迄個長人會生啊，有真濟啥啊？啥物？你捌看過迄個長人啊？對，還沒死誒嚇。未死了個啥物？我袂記啊。特別伊毋是，特別伊毋是啊！對，內字成個咩太原啊，係咪你看你嚇？對，咁了就好平，你真有經常有看到誒。แล้ว迄個就是一個位咯，แล้ว個一個咧是Siam Road 啊。Siam Road 嚇，對，頂到80啦喂。嚇，有一排個了是安尼款誒本，了伊內邊啊，伊個塗骹是伊個塗骹是毋是 marble 啊，毋是 tile 啊。巴杜誒啊。有安尼款誒，成個巴杜安尼款誒。嚇，對，巴杜。巴杜嚇Grey color 嘅巴杜。就成個迄個按摩灰啊。嚇。啱成個拋落去了，頂邊插一個 color 款嘅。伊塗骹啊。sure 啦，你真涼嘅就真。真冷嘅。真冷嘅。但講人哋咧塗骹係紅色嘅嗬。迄個厝啊，啲。了個一個是個，冇是迄個鬼嘅厝咯。得一間。到 Botanical Garden 對面嘅啊。就講一個 secret society， 人點有人唔知拜鬼，就是有人穿成個 glove 了 suit up 嚟過車，只水嘅車。Rumah hantu 啦，環那叫 rumah hantu。嚇？是咩？佢間厝叫做 rumah hantu 啊？對，佢間就是叫 rumah hantu。伊藍色嘅厝頂嘅。我未記是係咪厝頂，特別是藍色。actually 是到 Youth Park 對面。對，係是咯，講得。講伊我當時講係你 Western Road 嘅幫嘅對面嘅嚇。對，伊就嚟阿毛幫對面嘅嚇。對，Western Road 嘅幫對面，伊厝有一坑嘅嘛，伊一塘啊，嚇呢。係啦，成個船呢。成個船呢嚇，對。我啲食古雞。有？你一個嚇？你哋食古雞都聽到？我頭晚看到有，我把路嗰度阿妹 breakfast 個。我看你個唔食。我想點聲。我講想點聲咖啡呢？陣去我食咩啊？陣去食烤吧，陣去。烤吧，你說烤？烤吧啊！在烤吧怎麼樣？今天你在烤吧怎麼樣？我是烤。烤吧是哎呦，當然好險都沒我想無喲。伊是三百咧，一片一片啊，甲鵝啊，嘢掉啊。嚇，對，你家己煮啊？不，我去食即 restaurant 嚟食。但陣去我朋友去伊邊我男朋友教應嘛，咧教應過啊，希望去日本咯，一隻烤吧。人講食正好嘅 for winter。
啊，那只你冇看我只會變咧骨，安尼骨。我老只日日係變你 good 好啊，John 啊，你夾幾拿包嚟9百嚟好啊，我變水水本啊。唔是9百，9百。I know，靠吧。9百。9百。哎呦800。哇，好聽本啊，爸。冰棒。OK 啦。誒，你講到啲流住，講啲流住。然後嗱，即係你凊彩，你有時候就流，你個叫時候就你個叫流處呢？你有成日捌看過流處，但是你時候未掉誒，我有幾耐你嗰度講，看你成日掉。你講成咧，看朋友會成掉。你唔知係你E&O hotel 咪是算流處哦？啊，對，係啦。我冇去過 E&O hotel，誒，我其實定咗時行個大行啊，我唔捌去過 E&O 是屬於較好嘅啊，成日。high class 嘛，high class 人去嘅。特別冇嚇，特別冇講咩？冇病。你特別去，你短期嘅時候特別去，你做咩哦？做咩？伊人係 buffet 嘅好食呢。Oh yeah！唔係John，靠好食咧。70個塊啊！有攤隻。了啊，伊有 special 嘅，成個 function 係是 night，就是 event 啊，伊就百幾塊啦。特別好你啉甲你愛，特別你唔知有啉酒啊。我冇啉酒嘅喎，特別。冇酒水冇，只70個塊就好啦。40個塊是70個塊。冇70個塊。75冇，百幾塊是你啉嘅，做你啉嘅。再講凊彩咁咪講咩？凊彩講冇咩？冇，我講，你若是住朋友，你對有 member 嘅咧，40個塊呢 ，OK 哦。哦。買2送，唔知買3送1，還是買2送，啊，可能伊有我哋 E&O 嘅 discount 卡啊。咁未看邊啲學人聽就可能有 member，可能是你 member 都做啊。做這裡點出來啊，做這裡點出來，要帶阿 John 去食。咩錯啊？其實我做嚟。500多啲40個塊呢啫。食個綠豆啊，有 sashimi，有 lobster，後面有 crayfish 啦，冇 lobster 有 crayfish 咯。แล้ว有 sashimi จักลูกเนี่ยสิจริงๆ好食咯แล้วแต่豆腐嘅特別成個 one week advance book 啊係咪？哦，特別真好食咯。伊 afternoon tea 本真好食啊！你咪食咧好食啊？哦係啲嗬，係啲是，要阿媽是等人嘅本參。參個咧係。咱無參，咱講咪話地啊，每日會講食物件嗬。講流潮咩啫？嚇，講到流潮咩事講到食啊？確定你嗰間我禮拜四我會叫人到對嚟介紹，我看邊兩個係物件新嘅物件，去食啊，還是去佚佗啊？人哋會對起啊嘛，嗰間個禮拜。嗱，古仔啊，你捌講過咁大，我想到咁大古仔，你 DJ 啊，係咪？你過記哦？你背你可背幾班字啊？你做你電話靠。係啊，你介紹所以呢，咱真個青色嘅咧，啊你線講舊嘅啊，你做個就我去做課咪超過不多啲。冇喎，但係這是到啲中落嚟啊 ，McAllister Road 嚟啊。咁大啦邊啊，二樓啊，你冇去咩？大家就係嘅嘛，佢揸做課做 baggy pants 嘅哦。記 MC Hammer 事啊。哎呦，屁死咯！你講。當見個俾興到對嚟啊，咯當見。家情啊！唔敢。แล้วโอเค嘅咧，你下自己 OK E&O 呢？點到是我不去嘅，直到我朋友嘅生日嘅時候，唔是生日一九年時，我去伊學校去看，哇！個伊個伊物件咧一個舊嘅咧，個水，成日伊成日只阿毛手嘅事係一種嘅物件就。是咯，colonial 嘅咯，colonial style。啊，แล้วก็另外一間嚇 British India。啊 ，British India 是啊 ，British India 唔是賣衫咩？係啦，到時候你看伊 texture material，對啦，伊 cover 伊個 cotton 啦，伊物件係咧，伊個旁連啊，伊個門層裝法咧是差不多款嘅 style。哦，I see。你年代啦，即係你年代就 glamour 啊。係啦，像陽光古仔成個係咪Penang swimming club 啊？古仔咪是係你啊，成個係 colonial 嘅人個咧去年嘛，
唔是咱等人去嘅，阿嬷去嘅嘛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啊，你一間老厝，我是想到我們差唔多，我下邊嘅就是迄個Saint Francis 唔是 Saint Francis Light 還是 Saint Francis Xavier 一間 church 咧，我然後當佢做 renovation 嘛。哦，啲做掉 renovation。佢一間是唔是第老嘅 church 嘛？係我特別讀到，變靚嘅第一嘅 church 咯。哦，唔知喎。唔知幾廿八年，伊頭前有一個上加一個半島，一半島。他咪半島，個半島個咩？嚇啲。伊頭前唔是一個演嘅咧，上加一個叫咩嚇？當啷只là半島，佢哋是叫。一個亭啊，一個亭。哇，John 都解咯，你半島。你就講咩哦？係半島，係你。我真係耳白色嘅，耳白色啦，要 column 嘅嘛對。對，咱半島唔是半島叫咩？呢隻停鏡啦，人教英嘅，入面翕小英嘅嗰隻。阿咪叫嚇，阿嬷我們叫冇啊。阿嬷叫做咩嚇？gazebo 啊。placebo 啊 ，gazebo，placebo，gazebo 啦，咪 placebo，做冇啦。賭博啊！แล้วถ้าภาษาก็ว่า咩老厝你老講咧，你想做咩啊？別老厝。酷港司酷港司對。酷港司，特別個 renovate 個改水呢。伊酷港司 actually 我 uncle 古早是有一個到邊開做出去嘅，伊人嘅厝本是接到酷港司，後尾嗰邊嘅位個了真正老厝就對啊。哦。上個嗰日用阿嬷灰打起來，無裝無蝦米嘅。因為你咪講講老厝後，你想下你做出去嘅事，你講啊，就係你。親情。你親情。咱講老厝嚇，定到老厝嘅 style，伊即唔是講唔是咁啊，你老多經嘅老厝上，但係咱講你 church 係是一樣嘅。平常是咱大嘅厝啦，伊老厝嚇，乜是？無想嘅特別物件 unique 物件，咱講話，你說到底大門位啊，伊較濟是伊成個伊大門到底中，然後有兩拍門咧款，然後伊邊有多邊正邊有窗啊對。對。然後伊會較濟有五腳機嘅，啊五腳機嘅樣樣是係隻水嘅刀是樣是，然後隻邊頂嘅款嘅刀是水到點有當時啊。伊個壁本是有嘅，伊壁上面都一片片。對。畫花啦，係啦，但係亂講你把刀啊，把佢想到啦，當叫我現時把佢想到，應該是石頭嚟，石頭。伊石頭刮做成個水嘅咧，到底特別是格，伊無講時時格，伊是長形嘅，伊是長形嘅。係咪石嚟啊？係咪石嚟啊？係是把刀啊？係咪一種嘅？唔知呢。唔知一種，伊是 grey 色，一點就冇。對啦，grey 色嘅咯。我記當時伊是成個人做整蠱嘅，就裝個把刀啊。對啦，他請你食嘅，他請你食嘅。特別我記我想到講人嘅厝，你老厝咪即你就開一大門就開起來，伊條一個迄個一地碰起來叫咩啊？梅梨啊，梅梨嚇，叫做梅梨。是啦，梅梨是個墩啊。哦，是梅咩啊？貴啊你。下掉下跪下掉，你話話講別使立，特別下跪。掉，安怎別使立？我特別嘛咪是講別使立，即特別下跪。特別梅啊，都唔知咩數啊？你叫做梅係咩下？等我看佢 chat room 人講我梅，你地物件人叫做咩哦？梅係咩啊？chat room 人講話陸港人尋想嚇，講佢哋地物件別使立誒。物件叫做梅，有咩個台我唔知。แล้วก็แล้วก็โอเค你見住其實是較濟啥物？較濟是聽咯，就聽。較濟是樣嘅厝是倒嘅。真正深嘅，真深下掉。等落去嘛。如果開門咧，就是較濟人啦，較濟老厝人，你一開門就是看到紅光聽嘅，像一個。對。門嘅位嘅，聽到嘅。真濟是款誒，咧伊個大廳較濟是四四角角像一個房間安尼款誒，咧伊是真長誒咯。咧你一個廳行入去，佫是一個
第二个聽咧行入去後尾哩，較濟潛姐，係啊，潛姐啊，對，佢較濟有潛姐。講特別後開尾潛姐是直特別無你講咩個就念字落。嚇？字落咯，有人叫字落，字落。係咪字咯？字落就是你大廳嘅，即係第二間嘅第二呢個字落嘅話。哦，是啊，我字聽唔捌聽過字咯。字落啊，字落啊，一邊啊，字落啊，字落。OK，過啦，佢哋較濟是成個食飯廳咯，食飯廳是較濟是廉價伊嘅後尾走房啊。走開呀。嚇，走房嚇。哦，但係佢講潛井咧，但係即係凊彩嗰個潛井。前來潛井人四三位啊，咧落河嗰隻嚟嚇。要佢熟咯，佢爽咧，我希望我去潛井。yang四傍晚係咪嗰啲朋友嘛？四三係咪嗰啲多朋友啊？因為我一個朋友啊，伊住啲你知 Wisma Chocolate 咯？知。Wisma Chocolate 嘅邊啊嘛是有 heritage，成日講有幾廿間在 Passion 嘅邊啊嘛幾廿間 heritage 嘅嘛。伊樣做家真啊水真水啦，我朋友嘅。安尼看咧咯，以前真係個係成日你 pond 啊。哇，梗係水，然後誒追落嚟落河是 TikTok 啊咯。喺邊啊？以前即係邊啊？下個龍舊嘅啊，所別睇嘅咯咋。啊咯，所以就爽嘅咯，咧伊樣靜神拜啦，係咪嗰粒餅咯？靜神拜。咩事咧？哇！特啲前者係靜神拜。冇biết到咯，靜神拜。你前者靜神拜一拍唔見咯。你台灣真係潮哦！係咩數？我個噃。黃真羅你咪講靜神拜是少緊嘛？靜神拜是。佢未批埋個前者。係啦，就是講爽本咯，前者。我就幫。而家未批，而家未批。前者未批。你個睇看 moon，睇看 star。係啦。個烏哎呀佢鳥烏10個，叫咩？你當你潛者係讓黃絲要綁住你硬啊，特別地主啊，有啦，又係same嘅。當叫硬嘅咧是用嚟地主啦。哦，地主啊！硬食 ，actually 真濟人愛啊，看擺成個decoration 度落去吹硬，有真無相嘅，計水呢？做到頂。係啦，我就啲標灣嚟睇到。嚟慈湖裏邊放辦蓮花。哦。就我厝咧，我買厝咧，有蓮花咯，然後有湖咯，到紅裏邊咯，幾那里紅。哦，嗰個湖啊，攞我借蓮花佢擺喺。這些只愛。借蓮花佢擺喺。講咩？講起硬嗬，咱大樓厝入面硬啊，點解攏會用硬啊？大漢性行大學大漢，用嘅硬嚟做咩呢？正會，正神拜，係正花。我正花。你講正花。我正開，但我你講正開。正開。你聽冇咩？我想花嘛，講花啊，吊住人。吊住人，吊住啊咩？我較濟學緊我是無講有講正本啊，特別我較濟是講栽花。栽花，我講栽花。你差唔多咁多。你妹啦，大鑊是叫啥物？你妹啊，你妹啊，大鑊是叫啥物？你唱個不多定？我冇見呀，冇見呀。冇間。咩咁冇爛？冇間啊！唔是叫冇間。好啦，其實咧，我邊咧兩個就係這兩是講大啦，我看啦。係我講大啦對。你講大啦是即係特別冇你講大啦是冇間。Sorry， 我講大啦，我未曉蝦米間。冇間啊！叫什麼？有啊，這裡不是搞夾本啊，只看成交
現在，哎呦，八節是啦，八斗有影嘅，講就大季節係插落音時都俾你參加。你是安怎？你是 every week 我卡這季節一擺嘅，然後我看差唔多呢，就是講我個春一出啊是無攤落，一成這禮拜下無攤落，往定季節落，然後用個了啊下，都有落音啊咯。你注意看到啲，你 Facebook 會再話人個編輯嘅。你編輯我有放 announcement 咯，因為 website 我冇放 announcement， 講其實會落音啦，特別我卡就是下一個禮拜時我搞 announce。OK，啦，我拜啦，咁應該是 OK 啦，家姐是 OK 啱咩？แล้ว個廣告啷個得一間老厝咧，唔是邊兩門好白位嘅，但你捌去過先，對，我想到啦，咱別去 Cameron Highland 會叫有一間叫蝦米，有一間伊去一半了無去嘅，真大間嘅，叫蝦米啊？但係 Cameron Highland 就呀。On the way 別去 Cameron， 未去 Cameron Highland 啦，特別唔知倒落位咯。有一間真大間嘅，唔知邊色，唔知蝦米，有啦，我想無呢啦。有啦，我想無。來，我個繼續講，淡薄。你自己做咩？豆微博講咩？豆微博。你再想一條咯，嗰間到 Utah 嗰個Browns Road，sorry， 我會記啊。Browns Road 啊。一入去啊，有一個成個 T Junction 後邊有一間老厝啊。本是講成個是規家口行睇啦，或者係哎呀，死啦！個隻人講規家口行睇啊，啲潮。老厝嗰陣時你看啊，唔是嗰個規家口行睇，就是有一條是睇咁樣入去咁睇呢。伊是門口有一個像個人伫那佚佗的playground 呢，伊紅。我介意你呢啲了。迄個不是真濟人知，大到迄個機會聽眾唔知。我唔知喎，或者我未去，我可能我知，我想未去呢，可能。伊對面比較上苦啦。伊是 actually 上一條路到迄個講迄個到 Youth Park 對面嗰間厝嗰條路入去。哦，係啦，係只毛 brown 咯。嚇 brown 色。你去個就喂，我係你 one stop 啊喂，唔是。Before way before one stop。Way before one stop，是過迄個。It's the first turning right 呀。到路誒，成個看入去到 left side 位，伊是 actually 到 corner，係 T junction of something。你講咪去平華條路？你入去嚟講，不，嗰條路就俾去。邊條灣？one stop 啊？係巴剎。巴剎古係巴剎嚟。哦。有一間都唔知我知。你個一個是檳榔 Hill 啊？檳榔 Hill 就係對。檳榔 Hill。去去啦，嗬！你個就俾行一站路去對面有一個像個 restaurant 嗰款叫做蝦米 David， 唔知蝦米 Strawberry， 唔知蝦米。人家勁咗，人家真係有啦，我小寶嘅啦。真係真，我把自己奇怪。OK。我就係 David 唔知係未拍。David 唔知係 Strawberry 啊。其實咧，特別檳榔 Hill 只係成基山只係借老厝嘅嘛，只係借咧邦嗰個咪是老厝。食水嘢咋？食水嘢就食 smoke house 係肯定嘛係。咁咧我很多嘅哦。但係我行到佢講唔可以去。知啊，我不想被去嗰陣哦，特別我驚講學鬼，我講驚你鬼係嚟對我對佢冇好嘛。冇咯。那係對路。我係你引導佢哋對我。如果你有時間，佢就借飛機去啦。嗰陣時對嚟一邊，我驚對我對邊嚟。我係一個壓倒嘅，等陣好叫就啷個講。嚇死了！一來了。
講啦，落講，你講等下一件你 strawberry 係咩事？是佢個邊頂即係成件衫頂面關關。你一去啊吼，你行一站路，伊就一個上個停嘅，你看梅魯幾個人來去，咧你行上個樓梯，一下子個北啊，你看伊真濟花啊，草啊，係咪？你去個頂邊，伊面度會有一個蓮花池，真正水嘅。你伊個restaurant 是一個白色嘅厝啊，你看呢？你喺外口有只亭會使坐，你睇伊有啥啊？你會使叫水啉，你會使叫雞，你會使叫伊人叫雞。我唔知你有學使無學使，我講雞。是，你會 because 你講個大聲對線，你就我會聽。哦。嚇。佢了叫雞了。叫雞個叫鴨咯。啊，對。你諗上面佢叫杜啊，小鴨小巴半啊，佢叫雞佢叫啊。唔是。那 fried chicken 嘛。有啊，都未食菜杯。啊，你講。伊就是到，咱就冇講講 which part of 成吉山，得一隻格去去落關，去個第一關呢，你才有你有一個位是半山啦。即係迄個 monorail 是唔是係咪 rail？ 啊，一車成吉山車。呢個第一關嚟喂。嗯。哦，去第一關啊，第一關啊，個路啦，你是唔是講哇？你個人啱啱俾人乜大了嘅？before 個人乜大了嘅。哦，我可能再講下邊有一間學校大邊，我上邊去大，就是要來陪我啊。人講就 run down 啊。run down 係咩？冇過了啊，佢直接 WiFi 你冇再見啊。我是啊，喲，咪是佢較有咪咯嗬，唔知好係你唔好。我愛咯。看來咱去我去放錄音，迄時開錄音，佢聽到聲物件啊，我香港話笑哦。就是要參加啊，甲我講哈，咱一人去一面行。你睇你家己當然是一人咧，咪是上咧。買。你 OK， 咱就會講成吉山喺邊，迄啲是新嘅厝還是老？如果是正老厝咧，唔是講是過裝修過呢？伊上個是有了誒，特別貴裝修過咯。即係公司伊個可能是貴裝修過。Actually，伊個未貴裝修過嘅是你我有點去嘅，伊人嗰邊是特等於有 held 佢個靠邊咯，靠對嚇，我本靠邊咯，邊本對。咁咪就咱靠邊咯，就俾去成吉山靠呀。唔是成吉山啦，ENO 啦。我想講人做成件靠邊咯，佢就借咧成件沙車去。笑死我！誒，咱講老厝呀，咱老厝嘅長會經，咱講老厝嘅長會經嚇。老厝嘅長會經嘅，佢就是到啲樓卡位啊！咱會記講伊嘅長會經嚇，因為實是伊水池啊，伊 build in 嘅水池嘅啊，伊水池。三角嘅。啊，你三角到啲幹呢嘅嚇，三角是到啲幹呢嘅啊。你個一種。伊過到塗骹就，伊三角就鋪起來塗骹位就。啊對。一個另外一種是到啲塗骹呢，伊是真正大咧，四角嘅咧，伊通過去砧板加在。砧板加在一間路徑嘅，伊水池 share 一個。不是砧板，唔是砧板，伊個在一間加伊個外口。但是你一個特別你所以你壁係成個掛開來，咧是伊水池你是甲啲外口嘅人加在一間人 share 咋。但是你看伊個即個水池嘅即個影係，你會看到人長嘅人比人長嘅，那是最小嘅事。是咩？我係老，可能未見到佢哋仔。我係記得人哋，我看到我死啊！佢看到人長誒，到底兩邊。有類人甲有啊，你看享受呢，成日有時間有享受，享受 ，sorry，
玻璃人啊，是用水缸水迄个红啊。哦，電巴，哦紅用紅，哈紅木哈對。哈，玻璃人是迄個紅款呢，有女人甲有迄有人家有迄個 built in 嘅水池，無人係電係一個。哎呦，紅。紅 actually 紅無講就無聊咯，特別係咧電巴嘅無聊。是啦，世界夾一個。我什麼諗過 call，即係 call 一個咧電巴。是啊。誒，等陣，咱講到咧在經校，攏長嘅時候，你攏記下咧長嘅講啊，你就咱落水池，我唔知人，較濟人，咪你先人長，咪是用水池，吸啲水，咱攬到先酷嘅，可能嗰條。對啦，攏記咧攬嘅迄個水池，迄個電巴啦，是上加迄人煮菜、煮湯嘅咧薄輕嗰隻 handle，你也是到啲頂面，伊啥，伊係是伊到啲頂面咧開口嘅位，伊有一支 handle 咧，後你安尼壓。哪里本有？啊，你會記腦裝啊，會記喺腦裝無相啊。哪里本有？會記。我開始講迄個有隻 handle 咧，到啲頂面嘅 handle，唔是到啲邊嘅 handle。我話曬，較硬啦，伊較袂歪樣先。較硬攬啦，OK，較硬攬嘛。你一頭舉起來，一頭倒掉位啊嘛。佢你另外你個就手歪起淡薄，你樣是一盪嘅時候一個歪。因為我得就是較 even 淡薄。嚇對。一頭破落來啦。對，當今我唔係用水池裝係真係濟年咯。shower 個了。啊，嗰個 shower 嗬。嗰個 shower 我袂記啊，較濟是我唔知啊，真濟年啊。水池其實水池就係冷嘅就一水。because 佢真係山水嘛。山水嘛，嗰隻。你燒掉一水就啲底嘅嗬，一底還是有，若是講你實你碗邊係是用水用咧刀做嘅嘛，你伊就冷嘅伊水嘅咧就冷。頂頭是冷水炸起嘅時候，我頂到度啊，中午等你前年細漢時我個中午讀冊炸起漲嘅嗬6點漲嘅嗬，每時頭漲冷水嘅嗬。哇冷啊！是啦，黃州站嘅喎，一頭車。我一頭車本。這邊比較水，若是講你漲冷水一頭死去，只係我感覺漲冷。我本無漲冷水啊，嗰個。係咯，我冇。當然冇啦，當我對馬來西亞咪是漲咗水。定等我講我每晚問講，按照你對馬來西亞你做個漲咗水。你介好呢，我冇想愛對喲，我就聽到你講點講愛對。啊對，我真係對。對唄，唉，你驚嘅時間喎。係啦，我本地是咪講誒？人驚是要 end 嘅嘛，乜嘢人驚動對嘅？我本地是頭是會講9月對嘅，我俾對去過中秋。特別呢，我等時候就俾對過生日嘛，所以我是分咗3個月。是生日嘅。3個月31號。哦，你本是虎嘅啦。係咪虎？係咪是虎？唔是虎。白色。我唔是白色，我是 Aries。哦，sorry。3個月 boy 數。3個月 boy。誒，白色是 June 啊，嗬，成日是。唔是啊，白色3個月頭啦。幾個月 boy 3個月頭。3個月。哦。แล้ว我諗嘅講下虎嘅，แล้ว特晚有隻聽講阿達厝，啊老厝咪是講阿達厝咯，諗不到嘅阿達厝還是乜起嘅阿達厝哦？哦，我捌，哦，這是鬼厝誒！嚇，講下。Oh my god！我古早係時啊㗎，十幾歲、11、12歲時，咪是去 YMCA 做 Children and Tours Leader 咯嚇。แล้ว伊人就有一個 camp，就古早係 Casuarina，就咁換咗 Hard Rock 咧嚇。對。哦，對面。對，樓頂嘅。我行去嘅鴨搭厝。去山係啊，去山嘛對。誒，我問講伊幾個8個先，人幾個8樓到啲幾 episode 個講，特別你講話伊嘅厝人咗係先。厝上鴨搭厝啊，反正攞一個樓梯行去嘅。嚇。了，所以鋪卡樓啦，鋪卡樓，伊個頭殼是，伊個頭殼是啊，棒嘅頭殼嚟。哦，頭殼是棒嘅。對，我會記啊，對，你講啊，你講棒嘅我會記，你真裝，因為我阿妹困嘅事。
啊，我人阿妹困的时啊，伊会迄个古早是大路里过的时啊，伊会放摇的呀，帮油摇伊放哦，啥帮的有油 vibration 对。伊讲的为我捌去过 camp 嘛，我人毋知是个解吼，我讲了捌去大坪嘛，哦。特別人講垃圾啦，唔知啦。哦，他定咱講啊，佢哋嗱就攞住俾聽，你都對嗱往錄音故意講數時，我嚟同你講對面嘅鋪卡樓，我係咪故意講庫卡樓啦，庫卡樓啦，唔是鋪卡樓唔啦。是鋪卡樓咩？庫卡樓啦，庫啦。是庫咩？我想講特別講鋪卡樓，話鋪一卡鋪了嘛？唔是啦，庫卡樓唔是咩？咱每看各位聽眾，就是咱聽到這錄音嘅時，錄音嘅時係咩？嚟講啊，不，唔是錄音，咱聽到這episode 時呢嚇，去邊啲學見到咁嘅朋友，去下邊嘅時，有人講路叫做鋪卡樓 B 呢，還是庫卡樓 K？你庫掉幫曬呢，還是鋪掉背掉？鋪卡樓還是庫卡樓？到底路講嘅呢？路講嘅呢？啊？鹿港嘅人看人講鋪，鹿港嘅人講鋪卡樓，還是庫卡樓？叫我講者嚇，唔嚇。就是我就人講這 L 空36號講伊到底搭厝出事喎。哇，那型搭厝不，然後伊個講我頭我就水咁聲，我一陣去洗啊時啊，洗嗰啲薄啊，一陣去一嘅就去困車一直頭定個。博你，有淡薄 Elvis 嘅 feel。有啊，少少，我啲做間時人叫我 Elvis 係咪？喂，你喺邊拎哦？拎啊，你冇看我個劇配單。我就有一個 short 係啊。少少，你記得我看，啷講鋪卡樓是庫卡樓嚇，等我看看真係搭厝，應叫搭厝，嗱我開始叫搭厝啦。有 time 呢？哦，就是Golden Blue， 每晚下當然佢點當然嘛，美國嘅點聲呢？我家特別冇點聲，本上俾點接個換，咁特別點播就起呢。OK，แล้วแต่ลอง唔知講鋪卡樓是庫卡樓啊，特別我講聽鋪卡樓不是搭厝嘅個別項物件，special 物件就是有你搭厝嘅後背後是成個。伊幫嘛是鋪起來，然後咯成日離開頭殼咯，所以嘛就一坑咯。你伊人後尾有隻係成個伊是伊茶機細機有香啊，所以你在到底係咪洗衫物件咧？水一頭落去樓下嘅，當然水牆啊時啊面係一頭落去一頭 straight 落去你頭殼嘅，即係人膠走卡嘅就洗物件一頭落去一底嘅，攞看過，你較舊啊你。冇擺咩？伊只敢若後尾只 area 就攞人洗衫，人洗頭殼，什麼倒水啊！伊定你講嘅頭殼咪是放咯，伊放咧是只是成個是擦機成個滴過，佢一支呢，咯，你咪是有坑咯，你水落來是一頭牆下底啦。你人一底看起來咯，你睇嗰個唔是啊，嗰個頂到搭厝嘅，伊放下嗱，小你叫哩骨啊。到底一底伊鋪卡樓一底嚇吐你估佢吐到嚟卡嘛？搭住。是咯，搭住一底樣個有調一個咧，有調講 hemlock 啊？係咪落？會記啊？唔是 lock 啦，hemlock 講成樣被困嘅成 net 咧，可能ทาง困嘅啊。哦。哇嚇！成個先見啦，有拿特別大人困嘅可能。是咯，你ยัง restaurant 係邊㗎咧？如果成拎มาไอ้เต้ทะเลสิกาเจว่าคอยที่หัวหน้าไอ้กำปง咯。對。你有你做龜？做龜就係啲啊？攞賺你嘛？哦，即三關你咯。三八寶講伊知我講係咪？三八寶講伊到底係邊崩晒嘅？講我講佢你有崩嘅喂。你使那是上大條時，佢對佢塞喺鬼湯嘅。有你咯，有你嘟有你塞喺晒，嗰架佬落去，然後掉喺你到底坐到啲你係乜嘅人，一啲坐掉。哇老！接起你鬼咖啡入面，捏掉嗰一條鬼。唔是樣做鬼，
伊樣無做過咖啡，樣做過布魯啊，嚇。鬼布魯，即叫你鬼布魯嘅寶誒，煎就係香。布魯記得好食啊。嗯。你個當我看就話，咱講最酷公司是什麼當人事然後呢咯，看有人 style 的咯。你咱講到阿毛厝咯係啊，係嘛？你個講到即係當人，咱嗰啲當人成咗係啊。我家己啦。你個雲南咯阿搭厝。阿搭厝咯。阿搭厝。一個係咪物件？個係咪物件？咱有成個另外係咪物件特別嘅 building 嘅嚇？除咗個另外人講。冇啊。少掉緊個另外人講表呢。maybe 有可能。你樣嘅厝咯，樣嘅整嘅厝，樣有你會叫講，但做冇嘅下邊講，有一個人講下邊咧，入邊加加接樣嘅厝嘅咧是成個円板啊，對。円板厝咯。對哦。冇想到，個行路講起我個想到，清茶嚇，對円板嘅對。特別我有幾個你朋友咪是多円板厝嘅話，円板厝就係落雨時正大聲。啪，肯定咯。是一邊咪是円板嘅，一邊在經咁嘅啦。有咧円板，有咧是一半咯，有咧是即係嘛唔知四球還是幾球是。巴肚แล้วก็ได้円板咯。對，係呢樣嘢應該是真古嘅樹啊，嚇，特別個位喺你樹咩嚇？只怕金崩啦，冇可能喎。冇แล้วก้อนก๊อดปุ่นเถียกันแล้วมาก้อนก๊อดนี่จะก้อนก๊อด咯。ก้อนก๊อดมาเถียกันแล้วเยอะปุ่นเถียกันแล้วต้องยิ้มลองตุ้ยสิเรากี่ขวดจะโบเสียงแล้วอูแตนบี้อูตึง啦มีกันเลี้ยวแล้วเถียกันแล้วกู真係有淡薄有等不正嚟款呢。對，哎，點解唔是我嘛？我馬家培華嘛，培華別等陣冇啱培華嚇，伊兒童個啦咪是即阿伯阿伯去轉嘅時候，伊厝個啦咪是成搭厝，唔是成個咧幫加円板嘅咯。那邊個咧咪是有咯，咪是上個嘛，你對佢個單看過咯，John。我成日間店那邊咪是円板嘅，真係。我喺邊嘅厝啦，個有個啦，誒老厝個啦，我培華。嗰啦咪是円板嘅咯，個嘛。แล้วลองสิ่งต่อก็กี่ตัวสิลอง把ตัว佢撈出來是成個ตัว係本是ตัว較新嘅厝啊，modern 嘅厝啊咯。巴肚厝啊咯，巴肚厝啊，我細漢呀，巴肚厝。我細漢本是我唔到，我講是到啲誒阿搭厝嘅啦，特別我去啲土呢啦，我自己大厝唔是一種嘅。咁巴肚厝咧嗬。你我記到啲咧阿搭厝嗬，就驚啦，就佢呢對我嚟講啊，是係咧你困嘅時，你看起頂面嘅阿搭厝，你個往時佢哋日頭照入嚟淡薄嘅啊。你是你我就驚講就 spider 上面 insect 啊，夾落落嚟我就驚。線藤啊，咩傻劈落嚟嚟佢啲事，你講困少幫打嚇。有迄老厝的，我講迄貴厝就是有咯。貴厝幫大啦，伊有關係貴物件是毋是有關係較幫大嘅？毋是有關係就頭仔你講看起佢頂面嘅，所以我就接。好。OK，咱講咩物件補充我咯？個關係老厝嘅，咱但是 miss 幾隻字，咱等於是算下到這個 historical 老厝啊，有歷史嘅淡薄。到啲邊啲嘅上險小隊看小隊到這個 museum 咯，咱嘅 museum 咯，咱 museum。呢個嗰度邊啲嘅 museum 嘛，喺度。嗱，邊啲 museum 咯，未派啊。我想要去邊啲 museum 裏面係咩啊？點解我係記講 museum 係老物件咯？點解我係記講要係什麼樣嘅物件嘅事然後？我想要去看吧啫。我真久無去啊！你當伊甲我講有係咩本未去啊？你又未記甲人講，是未歹。未記甲人講會記去邊啲福建大口嘅朋友有講過支持啫。哦呀，我知了，就知道啦。搞笑，我看到 improve，我看到 improve 啊！對未記到，是未記介紹時候 number 就落，會記介紹時 number 就去。然後去邊啲福建大口嘅朋友看者啊，被 sponsor 之類廣告。定啫，你有個對佢邊啲嘅事，那時諗俾對話去，成個俾去即係 museum 啊，但係時間諗俾對話去呢，諗俾對掉話，plan 呢，會使去即係編輯喺 Facebook，
facebook.com/檳榔福建，啊，不就是去，較應該是到啲對到我 Twitter 位啦@JOHNONG，twitter.com/JohnOng，แล้ว對我下邊咧是還是上到要去到嚟接物件嚇，然後就是講出來 meet 我咧就出來咯，當哪裡個邊啊？唔係啦，乜嚟？排隊搭車。哎呦咩？小隻股啊，見條路見啊，到時我嘅見啊，呀，你着股無對啊，搭背波。哎呦，真係假的？你屬於講話上加貴嘅呢？你有聽到意思啊？咗？到微博，你講下。我搭背波你意思啊？唔知係咪屬於啊？你成日同埋是 Skype 那條。係咯，我聽下冇啊。啊啦，即係啊，Golden Blue 唔係話 Golden Blue 啊，唔係話佢邊啲學嘅我講過，那時你去邊啲學嘅 .com 嘅網頁有嗬，伊頭三嘅 Stacy 嘅 post 有嗬，一定要即 strip 是你講過嘛，而且咁浪大隻，你話邊啲學嘅就彈得不累，你話嘅彈對邊啲嘛，你有個冇 actually 冇教本，真正冇教。我看人那是講到一個月啦，一禮拜啦，然後就是只人帶，是我賺那個3塊。我哋叉粿條一包，一禮拜，係啦，美金嘛3塊。叉粿條一包。三百寶梅可能 Convent Light Street 水唔水做啊？對咯 ，Convent Light Street 咪是水樓處咯。啊，講完不了，啲故事不要講，咪是老處。Light Street 嗰個樓啊，頂 Light Street 是最古嘅 Convent 呀。對，啥事咯？對，แล้วก็迄個Light Street 嗰邊邊係 British Council 嚟叫，個嚇 British Council。一般了呀，邊度？一般是裝修過了，一上一條到迄個啊。我上條路乜啊？嗰隻字你唔知咩 H 你 stock 你咩 share company 咁樣嘅啦。有個迄個叫咩？白頭，轉頭呀！嚇轉頭，白頭，我幫佢轉頭會啊，老實講。轉頭係會嚇。白頭，白頭。白頭。我老，我係轉頭嘅白頭。我做 passport 會 immigration 嚟啊。冇。 Beach Street 啊 ，Beach Street 啊。唔是 Welkie。哦，有嘢就是轉頭會啊啦。一條就轉頭。哎嗯。呦，只久冇講人嘅話啦，對唔對？聲聲呀。有冇成先？特別保你做個冇對啊。啊，幾多年啊？哦，少兩邊嚟哦。少年啦，就是咯，即係 John On。阿 John 都掉啦 John。promote 喂對啊，嚇，就是即係喂對哦，做得少啦，係啊。啊，那平時冇笑啲嘅時，別人冇笑，冇講起冇就對是個 OK 啊。就講起就笑了沒有？Mind by business 無下面啊，你一講起就，哎呦，哈，上掉啦嗬，上掉啦嗬。人講時鐘分曉，是唔是拍到去啊？嚇，我鬼處，阿咩？哈，到來。一鬼談有去翕，係我看到，係咯，都冇幫行，冇幫行。特別伊人講唔是鬼處是，垃圾呢？是下面有淡薄啥啊，人修煉嘅啥啊線啊，都俾人拔掉。哦，特別多啦嘛，究竟是百加百嘅，唔是咩？少，佢拍生了特別，呢處就 special 特登一句喺邊看到。對，伊厝啥啊多一半啊，有個頭殼個。係啦，伊 structure 冇咪solid 啦。foundation 未阿未起過。哦。上一時啦，我唔知有。係啦，嗰隻字到啲邊頂 road 係咪冇咁咪是老厝㗎啦？可能馬大寮嗰邊㗎啦，嗬。老厝字咯，特別老厝多啲嘛，你去迄個我唔知是大陸啦，真濟老厝㗎了啊，嗬是搬上個 renovate rehab 過㗎了嚟做restaurant 啦。有真濟多啲嘛？掉啦。貴個死話嘅喎，一個蝦米 sandwich 蝦米20幾塊啦，干那迄個。囡仔人會去食爾啦。係咪人？囡仔人。哦，囡仔人，你老人較直接買嚇。老人去迄個蝦米落雞啊，迄個啲 traditional 嘅 toast 啊。掉落啲雞啊。
是雞啊誒個巴特，個別店嘅位。我嘛講聽你好定到底，食咯。我嘛個我爸就是解去迄個鄧中，哈是鄧中嘅名啊，鄧中獨江係啊，是你 Chinese swimming club 是鄧中獨江啊，是有鄧中獨江咯，鄧中獨江嗰邊 Chinese swimming club 會彎入去嗬。伊有一個，伊唔是像你再講嗰邊有一個即係環啊 flat 哈 flat 有得位咯，係你叫佢咪只咱嘅媽嘅年代啊，爸嘅年代去嘅。哈，樣係你嗰邊店。特別樣 still 有當今我嘛坐去嗬，伊是特啲 flat 你樓卡邊伊有整個別攤咯，對啦，伊有賣咧雞啊，落啲雞啊，我要去食好食誒。真正好食，雞啊本好食，我特登買對厝食本來雞啊。哦，你出名原來是。嚇，原來是都半尺食女。嚇，對，半尺食女。啊，真係舊舊嗰隻冇錯啦，講起我哋，本是講到字啊。特別食吼，迄個半尺食女多厝，而且會做特別出去樣做了較好食，你 feel 到？就是唔知做咩哦，特劍。嚇，那你 feel 到吼？大名就搞水。多厝而且會做嘅嘛。樣大名就搞水。我唔是泰式呢，就是泰國式，誒，就冇吉利都唔知是。你 practice 就俾 practice。嚇，對咯，你個冇食咯。你俾 practice。你幫條小豬去幫條這 minute 咧嚇。哦，哇，佢就是靠感覺。係你換嘢特步嘅嚇，係你換嘢特步嘅都唔用咯。講一追一滴落嚟嚇。哦，慘啊！嚇，對，係你換嘢特步嘅。你講慘啊！特別你去看咧，係你賣係你雞啊、落地啊，一樣啊，一出來啊，好料嘅喎。我人拿到處做啊，賣來就係你雞啊、落地啊，你換嘢特步嘅。哦，做咩數啊？兩女是唔是小成都？對，我 feel 到你呢下對。你女本身係成都，你女 from room temperature 打起。對咯，樣到 room temperature 嘢就。哦，對，我教你啊，對，你人係出來，但是講人平時少女較切是，我就介紹人碟啫，琴日去講過一次啫，人介紹人即係碟咧，就是，但是你幫煮係咪物件好，但是你女是少成都是 OK 啦，特別你要用嘅時候，你使係淡薄，尤其是嗰啲美國人，即個特別薄，你就人開着水嘅，即係放射嚟着水好，你開着水。了係女就啲邊尖啫，所以尖嘅睇一萬年啦，你一邊食嘅啦，你能最轉水開起來嘛？但是講到啲馬來西亞人特別參，唔是灌水啦，特別抓水、深嘅水，你係尖啫，咧是你驗看，但是講你成日 feel 到成日 room temperature 咧是一個嚟煮，你嚟煮嘅物件。像我人做極啦，像我人做極嚇，我會拍一女白啦，是女人，較只女白啦。伊你是那是用零嘅程度嘅女人咧，女白咧，伊拍無咪滑嘅，你知？你特別用 room temperature 拍個滑嘅，所以我人暑假是嚇，แล้ว我人就是我聽到時候經驗做極嘛嚇，แล้ว拍女白嘅時呢，我是女白跟女人被 separate 被分開女白女人呢，你特別女零嘅時較硬分。所以女人較被鋪破啦，伊較定嘛，所以你度往到冷嘅時咧，就解搬咗就搬起來咧時，係你冷嘅女白咧，就係到啲你抓水就你係你碗者啊，佢係大咧碗係抓水嘅時，係你細咧碗女白碗嘅尖落去抓水，แล้ว你就可以上較碗 room temperature 咁嚟拍，咧伊女白拍個滑。OK， 哇，前面時候未掉講嚟邊咧學見，嚇嚟邊咧學見聽到誒咪咁樣咧，問咧時候對講係學掉，女特別夾出嚟係 room temperature 成，一個曬水。actually 個英文係成都對唔對？咪係成都夾派咯。啷對？想問小姐入到 OK 啦。啊，特別我成日看我個就是要煮出來，要煮物件時候，要大名要個煮呢，我就夾出來，係浸多做煮去咧，時候 room temperature 咧時過嚟煮，一隻呢差唔多5分鐘、10分鐘喺度 OK 嘅。哦，你啊，所以我 feel 到有可能本身呢，攞別，所以咱用咧換嘢話咧，應該 from 成都夾出來是有可能本咯。啊，對。然後水未必好夠燒啊。對，但係講到 room temperature 你水少少嚟講，係大名係準咯。可能。特別我 still feel 到去外口食咧好食咯。較硬嚟講下食。做關事咧，3個8粒嚇，所以功夫較好嘛。伊留經驗2、30年咧 OK 咯。對。
OK 啦，咱個接落去第二個話題啊，你禮拜過來到底係聽我哋嘅話題啦，真係感謝我哋教夾新椒、青菜加我哋嘅老椒特別補，感謝啊！有禮拜個到底係參加我哋講另外一個話題是打巴士。OK， 感謝啊！禮拜再見啦嚇，拜拜，各位聽眾講拜拜，拜拜。